有冇諗過，平時病咗去睇私家醫院，埋單嗰陣個價錢竟然同去公立醫院差唔多？你冇聽錯，最近香港醫療界發生咗一件可以話係10年難得一見嘅奇景。一向以天價見稱嘅私家醫院，竟然離奇地爆發咗一場劈價戰，有啲套餐嘅收費直情係急降到貼近公立醫院嘅水平。到底係咩原因令到呢班平時唔憂做嘅私家醫院要自降身價？難道真係因為內地買藥平香港10幾20倍，搞到香港人寧願每逢週末都過關北上睇醫生，逼到香港私家醫院走投無路？仲有，如果你或者身邊嘅老人家平時都要長期喺公立醫院覆診，醫管局個手機應用程序 HA Go 最近新增咗一個超級實用嘅醫療費用減免功能，到底點樣用？今日我哋就嚟同大家大解密，將香港醫療界最新嘅大變局同埋幫你慳到盡嘅實用信息一次過同你拆解得清清楚楚。大家準備好未？即刻入正題。講起香港嘅私家醫院，相信大家腦海中第一個浮現嘅字一定係貴，第二個字係好貴。以前如果你話自己腸胃唔舒服，想嗱嗱臨去私家醫院照個胃鏡或者腸鏡，閒閒地都要預2-3萬蚊落樓。如果係要做啲大型少少嘅手術，例如換膝頭哥關節呀、割膽囊呀，甚至乎係生仔，幾十萬蚊一張單真係見怪不怪。但係由2023年年底開始，一直蔓延到而家2026年，情況就出現咗180度嘅大轉變。大家如果有留意近期嘅醫療信息，或者屋企信箱收到嗰啲宣傳單張，可能會嚇一跳。有幾間位於九龍同新界區嘅私家醫院，竟然推出咗一系列嘅平民化醫療套餐。例如一個普通嘅日間內視鏡檢查，以前講緊要成1萬幾2萬蚊，而家竟然推出咗一個只需幾千蚊嘅全包宴，包醫生費、手術室費、麻醉費，甚至連萬一發現有肉要切除嘅化驗費都包埋。呢個價錢，如果扣除埋你自己買嘅自願醫保，隨時你自己要俾嘅錢，同你去公立醫院排期睇專科嘅收費，真係相差無幾。點解會咁離奇？事出必有因。首先，我哋要明白香港私家醫院嘅營運模式。過去10幾20年，私家醫院主要嘅客源有2大類。第一類係有公司優厚醫療福利或者買咗頂級醫療保險嘅中產階層。第二類就係專程由內地落嚟香港求醫嘅醫療旅客。但係呢2-3年，香港嘅經濟環境出現咗好大嘅變化，加上移民潮嘅影響，流失咗一批具備高消費力嘅中產家庭。同時，好多公司因為要控制成本，將員工嘅醫療福利削減，搞到好多打工仔就算有病都唔敢隨便行入私家醫院，寧願半夜3更去公立醫院急症室排10幾個鐘。至於內地客方面，隨住內地3甲醫院嘅醫療技術同硬件設備不斷提升，加上我哋陣間會重點講嘅藥價問題，好多內地人已經唔覺得一定要山長水遠落香港睇醫生。喺本地客縮水、外地客又少咗嘅雙重打擊之下，私家醫院嘅病床空置率直在線升。有啲新建成或者擴建完嘅私家醫院，每個月要面對龐大嘅營運開支，包括昂貴嘅醫療儀器供款、醫護人員嘅高昂薪酬等等。為咗自救，佢哋唯有放下身段，用薄利多銷嘅策略嚟搶客。佢哋好聰明咁將目標轉移去嗰班平時喺公立醫院排期排到天荒地老，但又未必負擔得起傳統私家醫院天價收費嘅基層同中產市民身上。你諗下，如果你膝頭哥痛，去公立醫院排骨科做全關節置換手術，隨時要等3年、5年甚至7年，老人家痛到行唔到，每日都係折磨。依家私家醫院推出一個10萬蚊以內嘅全包套餐，好多仔女為咗阿爸阿媽唔使捱痛，夾錢都會俾佢去私家做。呢種劈價戰對我哋小市民嚟講，絕對係一件好事，起碼多咗個負擔得起嘅選擇，唔使下下都只能夠喺公立醫院度死等。不過，私家醫院要面對嘅危機，又點止本地市場萎縮咁簡單？更大嘅衝擊其實係來自深圳河以北。大家呢排逢星期6日過關去深圳，除咗去食酸菜魚、飲手搖飲品同埋去大型超市掃貨之外，有冇發覺多咗好多香港人過關買藥，甚至係睇醫生？冇錯，內地藥價平過香港幾倍，甚至10幾20倍呢個事實，已經成為香港醫療界一個不能說的秘密，亦都係逼急香港私家醫院嘅其中一個致命傷。點解兩地嘅藥價會差咁遠？其實香港嘅醫療水平同藥物監管雖然係世界級，但係香港市場太細，醫院或者藥房同跨國藥廠買藥嗰陣根本冇議價能力。相反，內地政府近年推行咗一個叫做國家藥品集中採購嘅政策，簡稱集採。國家醫保局代表住全國14億人口嘅龐大市場，直接同各大跨國藥廠談判。你試諗下，如果你係藥廠老闆，面對住一張可能供應幾億人使用嘅超級大訂單，你肯唔肯大劈價？
答案係肯定嘅。所以好多原本喺香港賣到貴一貴嘅原廠專利藥，或者係啱啱過咗專利期嘅仿製藥，喺內地嘅價錢可以話係跳樓價。我舉個好真實嘅例子，有啲用嚟治療癌症嘅標靶藥喺香港私家醫院或者註冊藥房買，一個月嘅療程可能要花費3萬到5萬蚊，對於普通家庭嚟講，絕對係一個沉重嘅負擔，真係分分鐘食藥食到傾家蕩產。但係同一款藥，同一個牌子，同一間廠出，喺內地經過醫保談判之後，價錢可以跌到得返幾千蚊，甚至幾百蚊人民幣，兩地嘅差價高達10倍甚至幾十倍。你話面對咁龐大嘅差價，啲病人點會唔心動？除咗癌症藥物，一啲常見嘅慢性病藥物，例如醫治高血壓、高膽固醇、糖尿病嘅新一代藥物，內地嘅售價都比香港平一大截。好多50、60歲甚至70、80歲嘅香港老友記，而家都興每個禮拜或者每個月返深圳嘅三甲醫院或者社區健康服務中心睇醫生兼配藥。佢哋話，就算計埋來回車費同埋喺上面食餐，好嘅都仲係平過喺香港私家診所睇醫生配藥好多。加上近年國家大力推動大灣區醫療融合，香港人喺深圳睇病嘅手續越嚟越簡便，部分醫院更加有香港醫生駐診，溝通完全冇問題。呢股北上求醫嘅熱潮就好似一把利刃咁，直接切入香港私家醫療市場嘅心臟。試諗下，如果病人連覆診買藥都返晒內地，香港嘅私家診所同醫院點維持收入？私家醫生睇一個症，診金可能收800到1000蚊，但真正利潤好多時係嚟自賣藥。依家病人淨係俾診金叫醫生寫紙，然後自己上深圳買藥，私家醫療機構嘅利潤自然大幅縮水。為咗挽留呢班流失緊嘅病人，香港私家醫院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將各項收費透明化同埋下調，盡量拉近同內地或者公立醫院嘅距離。有啲私家醫院甚至開始同藥廠爭取更優惠嘅採購價，希望可以將藥費降落嚟。雖然短期內香港藥價好難做到內地集採咁平，但係呢種競爭的確迫使香港私家醫院放棄以往嗰種高高在上嘅姿態，開始學識點樣去迎合大眾嘅負擔能力。講完私家醫院點樣因為經濟環境同內地藥價夾擊而爆發減價戰，我哋將視線拉返嚟我哋香港700幾萬人最依賴嘅醫療防線。醫管局轄下嘅公立醫院，雖然私家醫院平咗，但係講到底，對於好多基層家庭、長者又或者係長期病患者嚟講，公立醫院始終係佢哋唯一嘅依靠。公立醫院收費雖然已經有政府好大程度嘅補貼，例如急症室收費每次200幾蚊，專科門診第一次睇100幾蚊，之後每次覆診幾十蚊，再加每種藥10幾蚊，聽落好似好平。但係如果你或者你屋企人係需要長期覆診，每個禮拜都要去見唔同嘅專科，例如心臟科、眼科、內分泌科，又要抽血、照 X 光、做物理治療，加埋埋，每個月嘅醫療開支，對於一個冇固定收入嘅老人家，或者係靠微薄薪水養家嘅低收入家庭嚟講，都絕對唔係小數目。為咗減輕呢啲基層市民嘅負擔，政府其實一直都有提供醫療費用減免機制。以前如果你想申請呢個醫療費用減免，手續可以話係繁複到令人懷疑人生。老人家或者家屬需要親自去到醫院嘅醫務社工部攞一大疊表格，填完之後又要準備一大堆證明文件，包括全家人嘅身份證副本、過去6個月嘅銀行月結單、入息證明、租金收據、水電煤單等等。準備好晒呢啲文件，仲要預約時間親自去見醫務社工，等社工審批。如果中間漏咗一張單，又要重新補交，一來一回隨時搞幾個月。對於啲行動不便嘅老人家，或者要返工請唔到假嘅年輕人嚟講，呢個申請過程簡直係一場噩夢。好多人甚至因為嫌煩而放棄咗申請，寧願死慳死抵去交醫藥費。但係科技嘅進步終於為呢個問題帶嚟咗曙光。醫管局近年大力推行嘅手機應用程序 #HA-Go， 相信好多有睇開公立醫院嘅朋友手機入面都有安裝。以前大家用 #Go 可能都係為咗預約普通科門診，或者睇下自己幾時要覆診，交下醫療費咁。但係醫管局最近終於推出咗一個超級德政，就係喺 #Go 入面新增咗醫療費用減免嘅申請功能。呢個功能可以話係完全顛覆咗以前嗰種勞民傷財嘅紙本申請模式，令到整個審批過程變得電子化、透明化同埋極之方便。今日我就手把手一步步咁教大家點樣用呢個新功能，幫自己或者屋企嘅老人家慳返筆醫藥費。大家記得聽清楚，甚至可以將呢條片分享俾有需要嘅親戚朋友睇。
首先，要使用呢個功能，你必須要有一個已經登記並啟動咗嘅 HA Go 賬戶。如果你係幫屋企老人家申請，你可以用 HackGo 入面嘅照顧者功能，將老人家嘅賬戶連結落你部手機度，咁你就可以代佢操作。呢一點，醫管局設計得非常貼心。因為大家都知好多70、80歲嘅老人家未必識得用智能手機。當你打開 HA Go 登入咗之後，喺主頁面或者繳費嗰個版面，你會見到多咗一個叫做醫療費用減免或者類似字眼嘅選項。入去之後，系統會首先彈出一系列嘅資格測試問題。呢度要同大家講清楚，醫療費用減免主要係針對兩大類人士。第一類係正喺度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我哋俗稱嘅綜援人士。第二類就係非綜援，但係符合低收入同埋資產審查條件嘅弱勢社群，例如長者、長期病患者或者低收入家庭。系統會問你一啲基本問題，例如你嘅家庭人數、每月總收入同埋總資產大約係幾多？大家喺呢度必須要如實作答，因為政府係會有嚴格嘅抽查機制。如果虛報資料係要負上法律責任嘅。如果你初步符合資格，系統就會引導你進入正式嘅申請頁面。呢個時候最方便嘅地方就嚟啦。以前你要周圍去複印機鋪印文件，而家你只需要用手機鏡頭對住你嘅證明文件影相就得。系統會要求你上載幾類核心文件，第一類係身份證明文件，即係身份證；第二類係住址證明，例如最近3個月內嘅水費、電費或者差餉單；第三類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類，就係入息同資產證明。如果你係打工仔，你需要上載糧單、僱主證明信或者強積金供款記錄。如果你冇固定收入或者係老人家，你需要上載過去6個月嘅所有銀行存摺或者月結單記錄。喺度俾個溫馨提示大家，影相嗰陣一定要確保光線充足，字體清晰可見。如果唔係負責審批嘅職員睇唔清楚，就會退回要求你重新上載，咁就會拖慢個進度。上載完所有文件之後，你仲需要在手機屏幕上面進行電子簽名，確認你所提交嘅資料全部屬實。搞掂晒之後，9個提交掣，成個申請過程就大功告成。係咪簡單過以前好多呢？提交咗申請之後，你可以隨時喺 HA Go 入面檢查你嘅申請進度。系統會顯示你嘅申請係處於處理中，需要補充文件定係已經獲批。一般嚟講，如果資料齊全，由遞交申請到收到結果，大約需要4至6個星期嘅時間。喺呢段等待審批嘅期間，如果你或者老人家需要去公立醫院睇醫生，你可以先同繳費處嘅職員講，你已經喺 HA Go 遞交咗減免申請。有部分情況下，醫院可以先幫你暫緩繳費，等到審批結果出爐之後再作結算。如果申請成功獲批，系統會發出一張電子版嘅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並直接儲存喺你嘅 HA Go 賬戶入面。呢張證明書通常會有一個有效期，可能係半年或者1年，視乎你嘅個案情況而定。喺有效期之內，你每次去公立醫院睇醫生、配藥，甚至係留院，只需要喺繳費處出示 HA Go 入面嘅電子證明，或者直接喺 HA Go 用電子支付嗰陣，系統就會自動扣減相應嘅費用。視乎你嘅經濟狀況，減免幅度可以係全免，亦可以係減半。呢個功能對於好多要長期同病魔搏鬥，又要為醫藥費籌謀嘅基層市民嚟講，真係一場及時雨，大大減輕咗佢哋嘅生活壓力同心理負擔。講到呢度，可能會有朋友問，如果老人家冇智能手機，自己又冇仔女幫手，咁點算？唔使擔心，醫管局並冇一刀切取消傳統嘅紙本申請途徑。有需要嘅市民依然可以親身去醫務社工部尋求協助，只不過 HackGo 提供多咗一個極度便捷嘅快線，等識得用科技嘅人可以自己搞掂，從而亦都減輕咗醫務社工嘅工作量，令佢哋可以投放更多時間去處理一啲複雜嘅個案，真係一個雙贏嘅局面。為咗等大家更加立體咁感受到我頭先講嘅種種情況，到底喺現實生活入面係點樣運作，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最近接觸到嘅真實個案。呢個個案嘅主角，我哋叫佢做陳伯。陳伯今年72歲，係一個好典型嘅香港老人家。後生嗰陣做地盤，辛苦勞碌大半生，供大咗2個仔女。而家退咗休，本來以為可以享清福，點知隨住年紀大，身體嘅毛病就慢慢浮現。大約喺2年前，即係2024年年初，陳伯開始覺得自己心口成日翳住，有時行快2步或者行樓梯都會扯晒氣。佢一開始去咗屋村附近嘅普通科門診睇醫生，醫生聽完佢個心臟，覺得有啲雜音，於是寫咗封轉介信俾佢去公立醫院排心臟科專科。大家估下，喺公立醫院排心臟科例行新症要等幾耐？答案係最少要等超過100個星期。
即係差唔多2年。陳伯兩個仔女見到老豆咁辛苦，當然唔忍心要佢等2年咁耐，於是就商量，不如湊錢帶老豆去私家醫院睇心臟科。佢哋一開始去咗港島區一間好出名、歷史好悠久嘅私家醫院，掛號見醫生，診金已經要1500蚊。醫生檢查完之後，話要幫陳伯做個心臟超聲波，再加埋一啲基本嘅血液化驗。去到繳費處一問，淨係呢幾項檢查已經要差唔多2萬蚊。做完檢查之後，醫生證實陳伯嘅心臟血管有嚴重嘅阻塞，需要盡快做通波仔手術。醫生俾咗個報價單佢哋，淨係做一條血管嘅通波仔手術，包埋醫生費、手術室費、支架費同埋2晚住院。埋單預計要16萬至20萬蚊。如果手術過程中有任何突發情況需要加支架，費用仲會繼續加上去。16萬至20萬，對於陳伯兩個打工仔女嚟講，絕對係一個天文數字。佢哋雖然有積蓄，但係每個月要供樓、養細路，真係好難一下攞到咁大筆現金出嚟。正當佢哋覺得好彷徨，考慮緊好唔好厚住面皮去問親戚借錢嘅時候，轉機出現咗。佢哋喺網上啲討論區見到有人分享，話九龍區有間新建嘅私家醫院，因為要谷客，推出咗超級平嘅通波仔套餐。佢哋半信半疑咁打電話去問，發現原來真係有件咁嘅事。嗰間私家醫院推出咗一個10萬蚊全包嘅通波仔套餐，明碼實價。只要病人嘅情況符合一定嘅標準，唔係極度高風險嘅複雜個案，就可以用呢個一口價做手術。10萬蚊，足足平咗港島嗰間成一半。陳伯嘅仔女二話不說，即刻帶老豆去嗰間私家醫院重新評估，最後成功用10萬蚊順利完成咗手術。陳伯嘅心口痛終於解決咗，一家人都鬆咗一氣。呢個就係我頭先講嘅私家醫院劈價戰，真真正正幫到有需要嘅中產或者夾心階層家庭嘅活生生例子。但係陳伯做完通波仔手術之後，雖然打通咗血管，但係醫生千叮萬囑，佢以後必須要長期食抗血小板藥、降膽固醇藥同埋血壓藥。如果唔係，血管好快又會塞翻。喺私家醫院配第1個月嘅藥，藥費已經要成2000幾蚊。私家醫生好坦白咁同陳伯講，陳伯，呢啲新一代嘅降膽固醇藥同特效抗血小板藥，副作用少啲，效用好啲，但係價錢的確幾貴。我知道你哋長遠嚟講未必負擔得起私家嘅藥費，我寫封信俾你，你帶翻去公立醫院排期覆診配藥啦。於是陳伯又再次跌入公立醫院嘅輪候漩渦入面。好彩嘅係，因為佢有私家醫生嘅詳盡報告，公立醫院將佢編排為半緊急個案，等咗半年左右就見到醫生。不過喺公立醫院配藥又衍生出另一個問題，公立醫院受制於資源，通常只會提供最基本嘅藥物。如果病人想用返私家醫生開嗰啲最新最好嘅藥，好多時嗰啲藥係屬於自費藥物名冊入面嘅項目，即係話病人要自己俾錢買，政府唔包。陳伯喺公立醫院藥房問過，如果全部配返私家醫生，建議嗰幾款靚藥，每個月自己都要俾成1000幾2000蚊。對於一個靠幾千蚊生果金過活嘅老人家嚟講，每個月1000幾2000蚊藥費真係攞佢條命。呢個時候，陳伯個細女聽啲師奶朋友講，原來而家好多人返深圳買藥，於是佢就決定親自過關去探路。細女帶住陳伯嘅藥單去到深圳一間3甲醫院嘅普通科掛號。內地醫生睇完陳伯嘅病歷同藥單之後，直接喺計算機系統入面開出咗一模一樣成分，甚至係同一個國際跨國大藥廠牌子嘅藥物。去到交費處一拍卡，細女簡直唔敢相信自己對眼。喺香港公立醫院自費要成1000幾2000蚊1個月嘅藥，喺深圳呢度受惠於國家嘅集採政策，總共只係需要大約300幾蚊人民幣，平咗足足5-6倍。自此之後，陳伯個細女每隔3個月就會趁週末過關去深圳行街，食飯之餘順便幫老豆配藥。呢種深港兩地走嘅就醫模式，已經成為咗陳伯一家嘅生活常態，亦都係無數香港基層同中產家庭嘅縮影。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覺得，既然有平價私家醫院做手術，又有內地平價藥食，咁公立醫院個 HA 高醫療費用減免仲有咩用呢？當然有用啦，因為陳伯除咗心臟有事，年紀大咗，仲有好多其他老人病，例如白內障、膝頭哥退化等等，呢啲都需要喺公立醫院長期跟進。而且去得公立醫院覆診，就算藥費搞得掂，每次嘅診金、檢查費，甚至將來可能要短暫留院嘅費用，積少成多，都係一個負擔。加上陳伯早幾個月因為膝頭哥真係痛到行唔到，私家醫院換關節，就算減咗價都要成10幾萬，佢哋實在負擔唔起第二次10幾萬，唯有乖乖地喺公立醫院排期排咗4年。
終於等到做全膝關節置換手術。公立醫院做手術雖然平，但住院每日都要收120蚊，住1個禮拜加埋手術用具都要成幾千蚊。為咗減輕呢筆開支，陳伯個大仔就決定幫老豆申請醫療費用減免。大仔一諗起以前要請假半日去醫院見醫務社工，又要帶住一大疊老豆嘅銀行簿去影印，就覺得頭痛。好彩佢發現咗 HA Go 入面新加咗呢個減免功能。大仔平時用開智能手機，佢先將老豆嘅 HA Go 賬戶連結去自己手機度。某個星期六下晝，大仔坐喺屋企梳化，舒舒服服咁打開 HA Go， 佢跟住系統嘅指示，一步步填寫老豆嘅資料。系統問陳伯每個月有冇固定入息，大仔揀咗沒有。系統問資產有幾多，大仔就如實申報老豆戶口，得返幾萬蚊棺材本。跟住落嚟，系統要求上載證明文件，大仔叫老豆攞張身份證出嚟，用手機影低，再攞張電費單出嚟影。最繁複嘅銀行存摺記錄，大仔亦都係用手機逐頁影。系統界面好清晰咁顯示已經成功上載咗幾多張相。成個過程，大仔連屋企門口都冇出過，前後唔使20分鐘就已經喺手機屏幕上幫老豆畫隻龜簽名，成功遞交咗申請。大約5個禮拜之後，大仔嘅手機彈出一個 HA Go 嘅推送通知，話陳伯嘅醫療費用減免申請已經獲批。批咗幾多呢？因為陳伯冇收入，資產又低於限額，所以佢獲批咗全額減免，為期1年。即係話喺未來呢1年入面，陳伯去公立醫院睇醫生、留院、照 X 光、抽血，甚至係配嗰啲非自費嘅標準藥物，全部1毫子都唔使俾。陳伯做換膝頭哥手術嗰幾千蚊住院費，就係靠住 HA Go 入面呢張電子減免證明，一筆勾銷。大仔知道咗個結果之後，開心到即刻打電話話俾個妹同老豆知。陳伯聽到之後，笑到見牙唔見眼，話終於唔使再為睇醫生嘅錢而擔驚受怕。從此之後，陳伯每次去公立醫院覆診，只要攞部手機出嚟，俾職員嘟一嘟個 HA Go 二維碼，就可以直行直過，方便到極。呢個就係科技配合政策，實實在在改善市民生活嘅最佳證明。透過陳伯呢個橫跨2-3年嘅求醫經歷，我哋可以好清晰咁睇到香港醫療體系目前嘅多元化同埋複雜性。私家醫院嘅減價戰打破咗以往高不可攀嘅門檻，內地醫療資源嘅開放提供咗一個極具性價比嘅避風港，而本地公立醫院嘅數碼化就堅守住社會福利嘅最後防線，確保最弱勢嘅一群唔會被遺棄。作為一個精明嘅香港人，喺2026年嘅今日，面對疾病，我哋已經唔再係得一個選擇，我哋可以根據自己嘅經濟能力、病情嘅緊急程度同埋對醫療質素嘅要求，靈活咁運用呢3個唔同嘅渠道。突發而又唔係極端複雜嘅手術，可以閣下私家醫院嘅特價套餐；需要長期服用嘅昂貴專利藥，可以考慮配合內地醫院嘅集採優勢。而日常嘅跟進同埋重大嘅開支，就一定要善用公立醫院以及 HA Go 嘅減免機制。當然，呢種情況亦都帶俾我哋香港政府同醫療監管機構一個好大嘅反思空間。點解我哋嘅藥價會長期高企？點解我哋嘅公立醫院輪候時間永遠都縮唔短？醫管局係咪可以考慮擴大統一採購藥物嘅範圍，甚至探討同內地醫保系統進行某種程度嘅對接，令香港市民留喺香港都可以享受到相對廉價嘅藥物呢？另一方面，私家醫院雖然減咗價，但長遠嚟講，佢哋嘅服務質素同埋收費透明度依然需要嚴格嘅監管，確保市民唔會跌入各種隱藏收費嘅陷阱。醫療從來都係一個社會最核心、最痛嘅問題。無論科技點樣發達，無論世界點樣變遷，每個人最終都會面對生老病死。我哋今日探討嘅唔單止係幾個醫療界嘅現象，或者一個手機程序嘅教學，而係探討緊香港人點樣喺重重困難之中，努力為自己同家人爭取生存嘅尊嚴。各位觀眾，如果你屋企都有長者，或者你身邊有朋友正喺度為沉重嘅醫藥費發愁，希望你今日睇完呢條片之後，可以將呢啲信息分享俾佢哋，話俾佢哋聽，私家醫院可能有平價選擇，內地藥價可能係一條出路，而最緊要嘅係，快啲幫佢哋搞掂個 HA Go 醫療費用減免，幫得一個得一個。呢個亦都係我做呢條片最大嘅初衷。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口水都乾埋。如果大家鍾意呢類型深入探討香港民生同醫療政策嘅內容，請你務必俾個讚、訂閱、打開旁邊個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信息。你哋對今日講嘅私院減價、北上買藥或者 HA Go 有咩自身嘅經歷同感受？歡迎喺下面留言區暢所欲言，我每條留言都會仔細睇同盡量回覆。多謝大家嘅收睇，祝大家身體健康，百毒不侵。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